嘛是选举消息，大选已经到最后的关头啊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透早是到台中，这个甲党内候选人做去拜庙扫市场。侯友宜呢情绪真激动，伊讲伊是公务人员出身，知影国家的运作上需要基层的公务人员的付出，所以讲伊只要当选总统，一定会重用优秀的公务人员，也问讲会带来吸引到这公务人员的选票。佮讲啊，伊若讲有选有调，啊4年后若做无好，伊就未争取连任。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到台中市，和党内一位候选人做伙扫市场，支持的民众热情相挺。侯友宜的情绪嘛对咧激动，讲国民党和较早已经无同，要争取少年人的认同。国民党愿意征召一个完整历练的公务人员出来参选总统，这就是不一样的国民党。如果在早期传统的国民党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侯友宜佮讲，伊做30-40档的公务人员。 上界了解各界运作，都是靠基层的公务人员。伊嘛开支票，讲若当选总统，一定会重用优秀的公务人员。今天侯友宜为公务人员叫屈，为民进党这几年用人事干预影响优秀的公务人员，我一定不受到政党影响。侯友宜如果当选总统，戏你这么好，我不会连任的啦。这么好，就卖个人做啊。 做好要共选举，要选了调以外，就是爱共做好。明仔载就是大选，侯友宜来到台中市冲进去拼选票，规工行程是地满满。除了市场拜票甲拜票，也阁有车队扫街。下晡更加和上强的家母卢秀燕做回拜票，趁最后时机要将选票催出上大价值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